我
们现在祷告，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我的避难所，我们的盼望。我们学习你的样式，学习爱，如何爱更多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每一位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是你所看重的。我们也学习同心合一，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不再是各自为单位，我们因你的呼召将我聚集在这里，在一起了。我们不再害怕，我们需要独自面对，去恐惧面对这些试探，因为主，你一直都在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勇敢的能够为你征战。愿你的带领，我们能够将眼光放远。我们知道，我们靠主得胜，在灵命上的得胜，我们追求主得永生的意念是在我们意志的传承。我们愿我们的主能够带领我们的后代，也是能够跟随主的道路。